今天呢，这个螃蟹料理呢，我们是要做成煲的，对，很适合宴客，对不对？今天尽量让大家能够在吃好料的同时，又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工序去做一些前置，就可以把这个螃蟹料理做得非常好吃了。是没错。OK， 我对他有信心啊，花莲人哈。OK， 我们赶快来看哦，今天我们的这个螃蟹煲呢要怎么做？我们现在取一个锅子哈，我们把它加热，加热之后，我们再加入我们的那个沙拉油。其实我刚刚有跟老师在聊哦，我说这个螃蟹啊，一般我们都会说秋后就秋天的这个蟹哦，肉比较肥美嘛哈，就因为有那个蟹黄嘛。对。那平常的时候，我还在问老师说，老师要怎么挑这个螃蟹？啊，你从它外表的壳都硬硬的，你怎么看得出说它到底肉啊，Q 不 Q 弹？有没有这个小撇步可以跟观众朋友分享的？今天我这个螃蟹已经宰杀完成了啊。如果说我们一般在选购生鲜的蟹的时候哈，我们拿起来第一个称的是它的重量，因为它如果说本身肉如果比较松散，结构不够扎实的话，它会比较轻。哦，真的哦，所以有点像我们在挑选水果这样。再来就是说会去透过一个灯光去看，你如果说像我们这样子。看过来的时候，它会有透光。如果有透光性的话，那表示它里面不够扎实。哦，我了解，就是说，它如果有很多的蟹黄的话，它应该不太会透光，对不对？因为都被这些东西都那个。所以呢，那是不是我们要去买螃蟹的时候要带手电筒啊？不然的话，如果那一天下雨天，它有电灯。对啦，它摊贩大部分都有电灯。那我们这个锅子烧热的时候，把油加热之后，我们把蛋倒入。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又不是煎荷包？没有，我们今天在做一个台湾式的料理，我们再把它顺时钟这样子去滑动，把它炒制成蛋酥。哦，所以蛋酥不一定要用炸的，对不对？对，现在的那个健康饮食观念比较重。对，少油少盐啊。对啊，一般我们吃都嘛是那个，像以前小时候我们吃那个蛋酥。都是用炸的嘛，对不对？对。但是有时候像如果说我们在家里做啦，或者是少量制作的时候，炸起来这些油，我们并不知道怎么去做一个处理。对啊，除非会做肥皂的人。不过听说现在做肥皂也不用这种回锅的，或者是说不用的油，都是用非常顶级的橄榄油哦。那我们现在这样子在炒制的时候它会慢慢的起泡，但不用担心，我们不用去担心它会焦啦干嘛，因为我们没有下调味料，我们只需要就是一直去。顺着时钟同一个方向去滑动它，让它能够慢慢的变成金黄色。哇，这时候的那个香气是很不一般了。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蛋酥但是我都以为是要用炸的。然后它现在开始变成金黄色的时候，我们现在开始下我们的这个蒜末跟香菇。我们现在炒的时候，这个香气就已经开始慢慢的一直呈现它该有的一个香气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水加入。我们今天水的分量没有很多，我们加水的目的是防止它一再的焦化下去。然后我们现在加入我们的这个白菜，对，包心白菜，谢谢。然后这同时我们就可以。把火开大，把火开大之后开始调味。其实老师也是获奖无数我自己觉得真的是很幸运每次呢跟一些这个上节目的这个来宾呢学习到非常非常多，不管是在厨艺上面，还有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学习精神上面好，那我们现在在炒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汤汁它已经慢慢的消失了。但是我们等一下在煨煮的过程当中包括螃蟹啦跟这个白菜，它会再出水，对。所以不用去担心说它会水分不够或是怎样。我们现在准备一个砂锅，我们就把这个炒好的这个包心白菜给放入锅中。
老师，我这么再问一个问题哈，我是知道了，但是我希望从你的嘴巴里面跟观众朋友分享，为什么每次吃这种煲啊，它都要放在这个砂锅里面呢？砂锅它的这个跟一般的锅具不太一样，它的保温性吗？保水性也比较好，在你烹煮的过程当中它的水分比较不容易流失。因为盖着嘛，它水蒸气回流的时候，它比较会保住它的水分。还有它真的是很天然哦，就是说这个砂锅它本身它就是用土去做的嘛那我们现在放的时候像这些蔬菜，这个配料啊，像这些配料跟螃蟹，它没有说一定要哪一个先下锅啦。那我个人我会先把蟹钳，因为蟹钳的部分它比较难熟，我会先把它放在四周，因为它没有被打开嘛。有，我稍微有拍裂，你也有稍微拍一下，对，我有稍微拍裂。我会先把蟹钳放在四周围，然后再加入这一些那个红萝卜条啊，这种比较难熟的，我们先把它给放进来。像这样大概要煨煮多久呢？这个砂锅，你如果等一下我们开火之后，它里面滚的水蒸气从这个气孔透出来的时候，我们只需要8分钟左右，它就会熟成。所以说，它这一道料理来讲，它的诉求也就是少油、少盐、少添加物，吃的还蛮健康的。真的是很健康然后又有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在里面那当然，待会儿这个螃蟹它的这个鲜甜的味道呢，都会在汤汁里面那甚至有的人他想说，我要放个那个冬粉也行，对不对？冬粉的话要煮熟之后，对，一开始我们下锅在锅底的时候，因为冬粉它会把汤汁吸走了，那它会粘锅。那像我们现在大火开，然后它现在里面的这个白菜啊，跟螃蟹这边已经滚了，我们把火给转中火，是，然后盖上我们的锅盖。所以刚才之前都不能盖盖子咯，还是说盖也没关系？没有我要看一下，这样比较OK， 因为我们这个砂锅是只有一个透气孔，是看不到里面的，这样比较好。所以基本上这样，对。哇，颜色超漂亮了。所以老师刚刚不是随便摆一摆耶，它摆起来好像整只螃蟹是盖上去的耶，我很想尝一下。很烫汤汁，它的味道就是清清淡淡的，但是香气十足。哇，真的好好喝只是可惜我觉得汤少了一点，但是是正常状态就是说我们今天做出来的煲呢，其实就是这样，因为你如果加了冬粉的话呢，它那个汤汁也不见了。对，它会。但是呢，你这个也在配饭加对吧？当然。你看，超优10分钟就可以做出这个真的是5星级餐厅的这个菜因为这2道菜其实都是宴客菜，对不对？对，没错。在餐厅里面都是非常夯台湾比较地道的一些宴客料理。那当然喜欢这个海鲜料理的朋友呢，就请锁定我们这个小朱老师他的也不管是他的粉丝页啦，他的 Facebook 那当然也是看我们的节目你慢慢学习呢，一定会成为这个料理王。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非常开心跟老师同台演出，我们下次见。老师，谢谢你。谢谢。